伫咱遮写日志咱已经规本读煞，剩落来上落尾这是附录，附录有37篇咱今仔日开始对遮开始读起。1662年，清圣祖康熙元年，附录第1条到附录第37条，日志到遮结束。剩落来还佫有一寡来往的书信，譬如五方和国姓爷中间来往的批，也有2、3份指令等等，即寡拢各按日期的前后顺序来编排，啦第1张批是写予阮的日志的批，内容如下。附录第1，我的正阁下，恁阁下昨昏的来批，阮已经收到。对此，阮回答如下：关系迄寡富人人甲其他人有毋肯离开着人，或者是家己毋肯来阮遮的，就互因随家己的意愿去吧。无定因以后会后悔莫及。即阵人当中也包括着已故秘书奥斯威尔的某，伊会安尼完全出乎阮的意料，而且伊和伊迄位先生生过几个囡仔，却爱甲伊伫犹阁伫4年的囡仔来交互阮，安尼伊会好好养育伊的其他囡仔吗？安尼伊会好好养育安尼伊敢会好好养育伊的其他囡仔？伊要送囡仔来，即件事伊要送即个红婴仔来，即件事已经清楚表明，伊对伊的囡仔，伊对伊的正囡仔做了遮尔少的代志，也说明了因为何遐尔啊轻易就离婚说明了因为虾米遮尔凊彩就离婚啊还佫敌人的桎梏天阳兄老早芭比老早，芭比你已经错过船班啊你无做着船，你袂当转去巴达维亚啦。你是含即马你读的这相反我知你可能伫外口无方便。我即马看咧桎梏我毋知影拄则恁礼拜时对倒位开始听起啦简单讲，就是附录拢是一寡批来往的批信含国姓爷啦，含不管含啥物人一寡批按日期来编排第1张是写互阮的日志的批，就是写互因伫咧即个赤坎迄边的人的批啦因为昨昏有问讲有一个富人人讲无爱坐船转去巴达维亚而且要甲囡仔伊囡仔佫诚黏讲伊囡仔要交因带转去就对啦，伊家己要留伫遮因先生是牧师，已经过身啊当然是伫即段时间，个国姓爷来一段时间去互抬头去我本来想讲伊是足悲伤，但是已经离婚啊。我想这是若无讲理由啦，所以我嘛毋知是原因先放来写者，先煞我来摕一杯仔水来。
爸比拄则敢听，我的意思是讲，我已经甲所有的即个日兰野车日志拢读煞，即马剩上后尾37篇附录吼，差不多按算是2工来读煞啦吼，今仔日可能读袂了吼。好，咱继续看吼，还佫伫敌人的自古，我要来查即2字啦吼，要安怎读？即2字敢若较早捌查过哩。字是节吼，刑法的起区吼，节甲节，我相信是一个鼻音，一个吐音啊，一个读字音啦吼。刑法的起区吼，骹靠吼，拢叫做节还是节吼。汽策吼，阻止刑法吼。车轮的动词一番，我看无看后壁伊写汉字是挡住，车轮的甲挡掉的啦吼，叫做节吼，骹靠。句呢？句读做靠。靠吼，骹靠就是即个靠哩吼，手靠、骹靠吼，自古的古就是靠啦吼，所以这里会当读靠、读靠吼。手靠读靠啊，所以台语有写讲甲靠起来，原来是有一个。字典查的对字吼，自古吼，接靠，我看嘛，我若拢要读鼻音吼，得接靠，或者是接靠吼，看你要读音还是鼻音啦吼，接靠。还佫伫敌人的接靠。你流浪的荷兰人所生的孤儿，应该用心去敲测吼，测到就爱送来阮遮，特别是去年5月初伫迄只 Hector 和顶头不幸阵亡的中士 Jacob Simon Sproul 的2个孤儿，以及伫咧小人做过 Valentin Hermans 的管家的Igor Bisterman 的一个孤儿，更加爱设法去甲找出来。对北平要前来的荷兰妇女，像穆斯的某甲莫尔的某，阮非常期盼，因会来阮遮，也期盼对其他的所在会有其他的荷兰妇人前来。汉布鲁克某昨暗已经过身。行上自然互人命定的路，伊已经对悲哀进入安乐，煞接就要去永远的迄个喜悦，永远的快乐啦吼。阮希望会去安尼的所在。昨昏上午，我以合适的方式甲特殊带领士兵撤出捌属伫阮的日兰野城堡。我家己去坐快艇 Dunberg 号，这以后无偌久，本环亲自解冻，本环就是一个国姓啊吼，亲自解冻伊的主将马本笃进入去内底入去日兰野城堡，伫咧视察迄寡灵堡了后，就对遐出去咯。艾萨克炸一间大酒桶的好酒，艾萨克就是顾酒的吼。炸一间大酒桶的好酒去，希望恁阁下收到这个好酒了后，尽情畅饮一番，尽情畅饮一番吼，互恁阁下因而阁较健康起来。所有的原住民前几工就拢全部拢释放了，所以阮这边迄种人连一个嘛看袂到。被阮活掠的死仔人，阮已经命令
所有的船只来释放因，并且利用机会送因去上岸放因走。就写到这，愿你阁下望万能的上帝保庇，伫咧快艇东报复号1662年2月10号，2月9号因就上船，然后2月9号已经算含国姓爷移交啊，迄个仪式昨昏行了啊，所以今仔日就是船顶佫写一张批哈，下面写着你阁下的朋友签名，原档案空白无签吼。附录好，过来附录第2篇吼，总共37篇哦，大家来。寄予奉本藩阁下的名义，伫热兰亚城报年的大法官统治者阁下。哦，你所以啦，对热兰亚城报告有一寡人还未走的吼。好，我也伫热兰亚城报年的这段期间，对你阁下受到诚挚的友谊甲亲切的款待，这一切互我非常愉快，思念不已。我将谨记，感谢不尽。我深觉遗憾，对你阁下如此真挚甲亲切，未能伫个代志用到如此地步以前认真体会，认捌体会。我恳请你阁下，甲我善良真诚的仰慕之情高度屏蔽伫个一切之上。我也将对你阁下会如此敬意坚信不疑。现在，阮要搁再派几只小船去靠岸，去看岸吼，去装运即寡船只需用的物件，以及我还搁伫咧陆上的时阵，我还搁伫咧即个台湾的时阵啦吼。你阁下请求，并且望你阁下允准的迄寡物件。望你阁下应允的迄寡物件，然后为着要赶紧装运迄寡物件来船顶，我伫遮请求你阁下高抬贵手，协助van Iberen先生，以便伫天气良好的时阵，就会当真紧甲代志办好。因为若是安尼延前落去，可能会拄着暴风的天气，安尼就会有困难。互阮要航往巴达维亚的航行受到真侪阻碍，也请你阁下对迄个教堂或者是其他的所在，赐予我30个到40桌良好的茶帮。我将会为此感念你阁下的友谊。下面写着你阁下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贵义，边仔写着2月10号。附录3。伊一个附录吼，迄分量差不多是较早迄个日志吼一篇的分量吼，日志就是普通的日志，毋是足长的吼，嘛毋是足短的即种的吼。所以一个附录差不多是安尼吼。所以37个附录，咱一工要读煞是无可能啦吼，差不多1个月也无定，后礼拜还阁读1礼拜吼，歹讲吼，继续吼。附录3含驻守伫个日兰亚城堡头前的军队做伙国姓爷伫个2月11号写予长官 Frederick 贵义阁下以及日兰亚城堡的议会中文书信翻译。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寄伊即张批予台湾的长官以及日兰亚城堡伊的正议员。奇怪，2月11号就大家拢。算已经下任啊，伊嘛是真尊敬啦吼，算原来是真好民主，官函拢一个讲搁写去吼。好，我本番这是国姓爷写吼。我本番用我即张批告知贵义阁下，我伫咧数日前派一只我的篷船送批去西南沿海，要去调换做过地方官的Valentin先生转来遮，因为迄只船有一点细只，而且迄天以后一直拢是有强风的歹天，因此我咧烦恼，迄只小篷船可能会航行真久，也可能遭遇伫我的航道巡弋的真侪海贼的攻击。
如果即种代志发生，迄是真歹讲诶。大概会互我诶承诺被你阁下来怀疑。虽然我讲诶话是真实诶，现在我是想要派另外一只大胖船去接上述瓦伦汀先生转来厝地，但是我安尼做也将会延前太长诶时间，致使因袂赴赶上贵方向往巴达维亚去。为着要互你阁下对我诶承诺甲证实不致发生谣疑，我要求你阁下，伫你阁下伫即个城堡诶代志办煞了后，请派一只荷兰船去动山，去接回瓦伦汀先生以及含伊做伙诶人。为着要互你阁下相信我诶话是真实可靠诶，我将会派我诶一个官员去坐迄只荷兰船，同齐对厝地去。我也将会写批互做爷，就是电台甲红兵爷红旭，互迄只红旭的旭是旭日迄个旭吼，互迄只荷兰船得以真紧出航离开。我之所以要求此事，是因为瓦伦汀有伫咧双方的平静安宁都有帮赞吼，会当平安转去。你阁下一旦安排好即个荷兰船，就请对我的即张批甲我回答。现在要航往巴达维亚，已经无偌济时间会当错过，无偌济时间通等啦，对啦吼。会当照你阁下希望，如今启程航往巴达维亚，对你阁下是如何？附录是，甲驻守伫个日兰亚城堡头前的军队做伙的国姓爷，伫个1662年2月11号写予长官 Frederick 阁下，甲日兰亚城堡的议会的中文批的荷兰文翻译。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寄伊即张批互台湾的长官以及日兰亚城堡里的伊的议员，迄是真的台湾的荷兰人首领Frederick 归义。我已经写批互奉我的名担任厦门统治者的做爷甲红兵爷，命令因甲瓦伦汀先生以及含伊做伙的人对迄边的沿海送来遮，但是烦恼讲早着我即个命令去遐的迄只船，因为恶劣的天气以及其他的阻碍，可能无法度顺利达成任务。又搁因为着共即个目的，要派第二只篷船去遐，真有可能赶袂到即个季节出航。因此呢，我要派一个我的官员坐恁的船去金门。早我会批去互上述我的迄寡幕僚，要命令因真紧互你的人去坐船，尽量较紧互你的人去坐船，互恁会当及时航往巴达维亚去。恁只要赶紧准备好迄只船，一切拢准备好势，你就甲我讲，我就派我的官员去坐船，同齐转去等等。附录第5篇，Van Yperen 先生，这张是写Van Yperen 的吼。Van Yperen 先生，伊本还殿下乐意应允互阮所要求的迄寡物件，互阮真欢喜。现在阮希望有好天气，会当去甲迄寡物件载来吼。关系到要交出去的好物的消息就是几寡笑谱啦吼。除了迄寡为着即个目的已经留伫咧录像的迄寡特殊的即种谱记，其他无搁较好会当交出去的，只有留落来的迄寡谱记会当说明迄寡代志的理由甲证据。即件事，阮已经充分考虑过咯。我希望你阁下爱会晓家己思想考虑，对伫被要求，即个是甲迄个你阁下即个人是即个 Van Yperen 吼。对于被要求的，爱知影应该爱做到
什么程度，我相信伊本番殿下是袂为难你阁下的吼。照一个注考看者吼，第7、第8。我记过了，我见要够长的啦。第7、第8，歹势。第8是讲，陈成功捌要求 VOC 当局，甲迄当阵其他人的头家吼，就是首领所欠少的资料来交伊，为规伫遮所有的特殊的即种簿记。应该就是要用来说明迄寡新仔人的头家所欠少的原因甲证据的。转来日子，即件事阮已经充分考虑过了吼。阮是希望你阁下爱晓家己思想考虑，对伫被要求的，爱知影要安怎做到什么程度。我相信伊本番殿下是袂为难你阁下，就是万日夫人吼。酒我已经真久无啉，所以也毋知影该送什么酒去才好。现在就用一个日本的干仔，兑上好的葡萄酒送去，互你阁下家己享用一小段时间。阮这边也袂像阮所欢喜的安尼，看无。伊本番殿下迄张批，我昨昏袂当处理荷兰文的翻译，现在已经对副司令官遐调换Van Brien转来，伊一转来，我就会当回批咯。肉、柑仔、米等等，以及30度到40度良好的茶帮，阮期待会先载来。阮伫咧考虑，爱先派2只上大的船出航去巴达维亚，愿上帝保庇。下面写着恁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贵一，边仔写着 Don Birth 号1662年2月11号。附录第6。我休一下。我今仔日伫运动啦吼，即个慢跑啦吼，慢走时阵吼。经过我设一个湖啦，湖伊个有一寡沟啊吼，流入去即个湖，所以有桥啊吼，有桥啦吼，下过即个沟，我着算讲看走过偌济桥安尼吼，桥的数量数，恁知安怎讲无？其实我是问芭比啦，芭比可能毋知吼。桥的数量数是板吼，一板桥、2板桥吼。好，继续读落。附录第6篇，备受敬重的 Frederick 贵伊阁下。对注脚第10，我看者，看是啥物人写互相啦吼。第10是 T. Van Iberen 写互贵伊的批吼。Iberen 是伫倒位啊？伫我Iberen是敢若是伫另外一只船的款吼，我嘛看无介有看，敢若Iberen搁伫咧陆上咧吼。咱看就知吼。阮真欢喜，今仔日比昨昏搁较被信任看待吼，对啦吼，所以因搁伫咧迄个
日兰遮社报引经猜疑吼。我从来袂记你啥物代志，但是现在被问到一寡想要伫爱的物件，却找无路。毋知是搬走呢，或者是讲阮伫咧无闲的时阵被偷摕去。望你阁下关怀，互我感觉真愉快。送来迄间葡萄酒，阮将会真珍惜、真谦来逐用，享用吼。你阁下按照你阁下聪明的即个判断，甲本番殿下的答复，一定会互伊乐意采纳。要派2只上大的船只先出航去巴达维亚的代志，我赞成。不过你阁下前已经下令要互阮所做的迄寡船只，要爱安排好留踮咧即个停船处听候阮。迄2个主炮手该动2个炮手 Isaac Feason 和 Herman。伫遮做同齐去坐船，远东岸康北，即遮有人讲一寡字啦吼。服侍照顾 Ortigens 先生的迄个人，昨昏这是括号吼。写讲服侍照顾 Ortigens 先生的迄个人，昨昏来到遮，伊带着伊阁下2个囡仔坐舢板对迄只每顿号飘来的。即张批用 Lusitania 号的小船送去互你阁下，即个小船里载有5桶的肉，以及即只小船载会落遮尔多的活的牛。阴暗，迄只尔港船还阁会载去4桶的肉，15桶的荷叶，12个空的水桶，4箱的糖甲几只牛。即寡是阮真坚持要求所会当取得的数量，不过阮也袂放弃要求搁较侪的肉，甲迄30道量好的茶帮。即寡物件，阮会真礼貌来向伊阁下请求。Van Weveren 和 Hartwell 先生伫今仔日中昼转来遮。Van Weveren 阁下特别写一张批互你阁下，阮想要知。装迄寡色母笑铺的迄个细卡箱仔放伫倒位？因为阮要按照约定，甲公司的借务人的资料调录出来，交互本番殿下。本番阁下，阮要单伫无用的孝顺公司出力厝的钱钱币啦吼。即个孝顺的工作进行真慢，到今仔日总共敢若算9000个元吼。安尼算落去，安尼孝顺落去，还阁伫咧厝地逗留8天，不过相信。讲安尼若照安尼算落去啦，还阁爱踮咧遮留8天啦吼，才算会了对啦。不过相信不伫因即项真慢的工作来需要甲阮留搁较长的时间，同时因要求清除卖色的合约，阮就宣誓声明，迄是无真实的讲法。阮根本就无卖色合约。倒去道德的迄个 Hans Jürgen Radic 想要用白贼的话来为难阮，虽然如此，阮的理由会当赢得伊殿下搁较侪的信任，阮是安尼希望吼。愿上帝保庇恁阁下谨此问候。下面写着你阁下乐意效劳的部属，签名 Thomas Van Everen， 边仔写日兰遮城，你看伊伫日兰遮城嘛吼。1662年2月11号下晡3点。附录，敬爱的贵阁下，这张批是我免到会对，遮看到是 John Ortigens Van Weveren 所写互，伫咧日兰遮城报写互贵的吼。
好，咱来看伊内容。阮对赤坎又搁转来台湾遮一小段时间，伫遮阮对你阁下所写予万伊布伦先生的批，知影讲爱先派两只上大的船去巴达米亚，因为根据阮咧推想，这两只船大概会是尼尔顿号甲梅顿号。如果是安尼，请甲我的某以及伊上需要的物件送去未先被派去的迄一只。一只其他的船阿克文号，以便这只的任务完毕了后，阮会当同齐做共一只船。我相信你阁下袂拒绝我这个请求。若是老母甲 Janet， 因要做倒一只船，我想着互因家己自行决定。关系阮伫赤坎的代志，以后阮会搁再做一个写批来奉告，因为阮还袂看到本番。因此，愿上帝保佑你阁下吼。签名下面写你阁下的部属签名 John Ortegens van Weveren， 这个就是迄个其中一个人质啦吼。边仔写着日兰亚城1662年2月11号。附录第8，大明招讨大将军阁下归于东印度议会特殊议员，目前伫此地荷兰舰队司令官用这张批你阁下的问候致意。这张是荷兰舰队司令官所写的。这个司令官就是归伊啦吼。好，来伊写啥物？咱来看。阁下，虽然阮伫目前这个困难的状况之下，我呢希望由你到殿下派遣你家己的船，去甲电官瓦伦廷以及其含伊同齐含伊做伙的人，对西那来接转来。阮也是愿意应你阁下的要求以及所讲的理由，派出一只阮的船，对此地去西那接运迄寡人。为此，请你殿下派遣一个你的官吏同齐去西那，以便因会当对西那尽量较紧启程出航。因为适合阮航往巴达米亚的贵船已经真紧就要过去了。阮搁再一次请求你殿下，下令派人甲阮对陆上使用的物件，确实早来交互阮的议员van Eperen， 以便来供应阮吼，以便再来供应阮。写伫大船东部号1662年2月11号，签名是 Frederick 归伊。我已经毋知我咧读啥。才37分尔，我已经读到咁爱困去。我休一下。今仔日马文无来哦。天阳兄咧讲一条桥哦，一条桥哦。天阳兄是2月1号，2月1号敢若是因写即个草约吼。对，因是先去签约的款，迄仪式是昨是敢若是一个移交的仪式尔。好，今仔日无来，好 ，OK， 好来，附录第9篇，van Eperen 先生，这是啥写呢？这看袂出是啥物人写呢？对，无签名来。附录第9篇来，应该是归伊啦吼，看会对字卡应该会写。第9篇，
第9篇注脚是第几条呢？第13条。13条是写讲是跪写互万伊普伦的批，好来。万伊普伦先生，伫阮写互伊殿下本藩国下的批呢，阮决定派遣迄只小便队船 Vink 号去希腊去接运地方官 Valentin 以及甲伊做伙的人。你国下的夫人也将会改造迄只船去遐。你国下应该会认为安尼安排是上适当的。瑞能号欠缺骹手，无度出航，因为船长 Richter 和 Oki 要来陆上查看迄只 Courthof 号。若是计效合理，阮将会伫明年来买迄只船。为虾米会讲到明年去啊？规根本连规一顿去就叫人掠去关起来啊！掠去判罪关起来。其实我感觉即个规真正足衰啦！伊本来是要交接啊呢，就是已经要下任嘛。结果迄个要来接任的，看毋是说选去日本规个其实足认真带即阵人踮遐当几啊个月，恁无荷兰也无派一个较大阵的人，你若派一个几十只船来，无定就但历史就无讲去啊。结果规叫人判刑真正衰甲好。所以规讲起明年的代志，我实在是看无介有啦明年即嘛才2个尔呢。阮也需要3-4个订即寡订阮现在也提出要求，迄寡船长爱去看是毋是会当找到订。我是希望讲，阮要先派遣迄寡上重的船出航以前，去做任一个国下已经拢转来做。去做任一个正国下拢已经转来坐船咯。但是如果阮也阁必须听候阁较久的时间，迄寡上重的船是必须要先出航去的。若是水呢，阮必须去下淡水去抢水去抢水啦阮也欠缺空的水桶，请你阁下设法对陆上甲所有摕到的空桶拢送来互阮。阮需求的物件甲要求的人，阮迫切期待赶紧送来，以免互宝贵的时间流失。你阁下探听一下，看是也会当处理落啊肉，无论计数偌济，数量偌济，拢袂要紧。由猫咪由即个远东空北的一个人来致以问候。签名是远东空北，应该是贵所写，并且签名边仔写着1662年2月11号，搁较下底写着阮还阁需要12 Laston 或者是留较少一寡的米。附录第10篇，备受敬重的 Frederick 归伊阁下，即张是 Thomas Van Iberen 写我感觉你阁下和本藩阁下进行的代志有一点仔奇怪本藩是国姓啦而且伫你阁下身躯边迄寡正议员也真奇怪，决定要派迄只小便队船 Vink 号去希腊，就是单为着要去遐，甲地方官 Valentin 接来遮。你阁下爱命令我的人去倒位，我是伫你阁下权威下的人，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服从。只是我可怜的某甲即个细汉的即个囡仔，细汉的囡仔的困难，
只是我可能的某甲枵细汉的囡仔的困难，我袂当帮衬因。我只敢来当祈求我的上帝伫因需要帮忙的时阵，会有人会来甲伊帮衬。我依然诚挚来祝福你阁下。下面写着你阁下顺服的部属，签名 Thomas Van Everen， 边仔写着热兰遮1662年2月11號，匆匆寫成。这是附录第10篇哈。附录第11篇，带领军队驻在热兰遮城堡头前的国姓爷的阁下伫个2月11號寫予尊貴的長官 Frederick 貴閣下以及即個熱蘭遮城堡的議員的批信的翻譯。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爺寄即張批予台灣的長官以及伊伫个熱蘭遮城堡的正議員。台灣的貴含伊的正議員會當來我。要求因所要得爱的物件，我会叫人全部照办，因为迄不过是小事一件吼。下面所提起的即款物件，是我今仔日接到以你的名义提出来要求，伫咧收到你阁下签名的内批说明需要即款物件，我将会批准。恁同意我的想法，就是派遣一只荷兰船去先接运赤坎的长官，甲含伊做伙的人，会比派遣一只我的篷船去搁较安全。因此已经准备好要派一只荷兰船去，安尼做真好，我也因此搁较放心咯。为此，我要感谢你，阁下。抑阁有，如果你阁下迄寡船只，抑阁需要啥物物件，想要对即个城堡来提用，恁只管提出来，我要求，我会派人照办，这是出自好意。迄只被要求的荷兰船，如果恁阁下派来代表检查了，认为会当使用，我也真乐意，互伊随后滚倒去。恁也要要求3-4个订，即寡我也批准，我也会写一张批，互恁的船只会当伫下淡水河来抢水。关系到还阁要找找的2个荷兰妇女，我已经派人去找找，敲找啊吼，找着了后会随送去伊遐，送去你遐。我会派人照办，这是出自好意的。我头壳煞漏跳行去啊！我会派人照办，这是出自好意的。迄只被要求的荷兰船，如果你阁下派来代表。检查了后，认为会当使用，我也真乐意，互伊随倒后倒咧去。恁也要求3-4个订，即寡我也批准。我也写，为什么伊个？我若感觉读过，奇怪。我也会写一张批，互你的船只会当伫下淡水河抢水。关系到还阁要找的迄2个荷兰妇女，我已经派人去找咯。找着了后，会随送去恁遐。恁也要求讲要伫30到40岛茶帮，还阁要用来修复恁的船只，即寡茶帮也会送去。迄1000稻米当中，还阁有无送到位的部分，也将伫个第一时间来送去。迄7-8担盐也批准咯，因为即寡拢是小可代志等等。附录12。附录12，我看好啦，佮读到了啦，安尼今仔读到附录12就差不多啊啦吼。当印度议会特殊议员，目前即寡舰队的司令官 Frederick 贵阁下伊殿下招讨
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帝御门号。你殿下昨昏寄来迄2张批，阮拢有快收到，衷心感谢你，阁下愿意答应阮提出的要求。首先要感谢要归还阮迄只荷兰船，并且供应阮该船所需要的茶。虽然如此，因为看到迄只船还阁有遐尼侪需要修复的所在，阮遮尔宝贵的剩落来无偌侪时间，毋敢去用伫咧修理即只船的代志顶头，因此只好互该船留踮咧厝地。好天又阁有够野的船只的时阵，阮会对陆上，载一寡阮对陆上会阁需要载来的物件如下：45桶的肉9桶的即个橄榄油，400到500稻米，30包小米，40袋良好的茶棒，1000粒各种大细炮弹，4000到5000粒枪弹枪支，一只即个 Acvin 号的小艇，请你殿下尽量较紧派人将上述即寡使用品送来。迄寡还未来的荷兰人，以及还阁伫咧佛罗摩萨迄寡囡仔，也尽量较紧送来阮遮，以便阮会当及时启程航往巴达维亚。为着要稳准，要互阮死的定，以及要互阮一张批，互阮会当安然去下淡水溪抢水，阮要用你殿下紧表衷心的谢意。今仔日阮已经准备好即只荷兰船。要去金门接运留踮遐的5方的迄寡荷兰人。如果今仔日迄寡人无坐篷船来到遮，阮真希望会当看到因安尼来达成来坐即个篷船来。阮将随派迄只荷兰船启程出航去遐，去到遐了后，还阁要转来厝地的停船处。若无就要对遐直接航往巴达维亚。你殿下愿意派来坐即只荷兰船同齐去遐，以便互即个代志会当真紧办好的迄个官吏，阮迄个官吏啦吼，阮真期待因明仔载起来坐船，以便启程出航。下面写着原档案空白，签名啊原档案空白，边仔写着1662年2月12号。好啦，虽然阁9分钟，我拍算要休一下吼。今仔日操读3分之一嘛，吼37篇，咱读到第12篇啦吼，操3分之一。好，剩落来可能还阁读2工，咱明仔载再阁继续啦吼，等读偌济算偌济。看下拢是一寡批咧处理后壁的即个代志吼，算咧收尾啊啦吼。好。来，山牛写一窟水吼，一落厝吼，一股茶，一落沙吼，一落沙，就是用手落的吼，一落沙，一板桥吼，良事啦。好，安尼咱到遮多谢吼，附录12 3分之一，明仔载再阁继续读落吼，感谢，我要来关房咯。